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幾樣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5月31號禮拜日沙田11場賽事，首先係第3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2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8號、9號劃咗佢先。今日留意翻3號嘅百威多贏呢就有缺貨嘅。呢場就揀咗4號嘅天天灑落、13號觀萬物、10號快樂共濟同埋1號嘅和道福。接住落嚟第4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3號、5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、11、12、14號。比較中意4號嘅開心孖寶、7號嘅女神、2號嘅言之有理同埋1號嘅靈里標區。跟住就係第5場3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2號、3號、4號、6號、9號、11號、14號劃咗佢。咁啊，留意翻11號嘅金盛名區呢就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5號線路英雄、13號勁勇黃區、8號有型人同埋1號嘅喜連勁感。然後就係第6場4班2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偏慢嘅。1號、2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4號全部唔要。呢場呢就比較中意4號嘅雙贏、3號安可、6號百勝金龍同埋13號嘅和道威。然後就係第7場3級賽嚟嘅16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咁少馬呢就直接揀啦。6號時時歡聲、7號首飾天空、3號禪聖輝煌同埋9號嘅標誌宇宙。5場賽事分享過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